上美丽，美丽美丽。 美丽啦！好来，第二组来宾，欢迎我们的拉队。干巴的，干巴的，菜椒菜椒 ，nice play！ 好来，咱请上你来，这里哦，来，找到来。来这里，来，哦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来，进来欢迎阮第一组的来宾队长哦，来微微的朋友，巴迪。啊，我们都无讲咧，我们都无讲。哦，袂啦，安尼嘛好，我是讲队长啦，因为我妈妈生八个啦，所以我有做第八个啦。真的啊！来，即摆搁帅去第几个我唔知影。讲我完。嘿，先介绍你的队友较重要啦，来介绍队友。大家好，我第九个，无啦，我是微微。啊，个我家己的好兄弟陈轩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饼干。饼干，过去哦。好，欢迎饼干来，搁说一句。我来这个团长哈，我叫阿伟啊，阿伟啦，是，欢迎阿伟啊！来，阮今晚要介绍，我介绍阮的节目啊。要办正事啊，是来，阮即马即个新的节目，互伫公司台语台，叫做新华爱美丽。新华爱美丽，伫大礼拜五的暗时9点啦。是。对啊，那节目就是咱介绍一寡台湾最水的物件。譬如讲什么？什么款的水？阮就是会去街仔头啊、巷仔尾啊，拢去看，食一碗面，伊水的所在伫咧倒位，啊，若看一个厝，伊水的所在伫倒位安尼。就是即马现代人吼，生活就无用的啦。但是有时阵甲骹步放好慢了，你就会发现哇，生活当中其实足侪水的所在。啊，阮两个就是专门伫找这种所在，互大家。其实台湾人上水的就是人。哦，真的，真的。阮节目嘛有足侪厉害的台湾人，手工拢有够厉害。好，今日饼干来嘛是朋友阿伟来介绍宣传一下。对，这是我甲团长的另外一个表演，戏剧的表演，嘿，叫做大叔照啊，嘿，这大是照位倒位去，是照位去，你在照位倒位去啊？这艺术的，应该来看就知。来看你就知影讲到底是好的照还是坏先照落来照，后边有足侪人要走的。朱德刚，狄老师，我们来过哦，家己爱注意哦。宋少卿老师，就厉害，就去甲因鼓励、甲因支持一下就对啊啦。这出戏较特别，伊淡薄仔像迄种练喙花的感觉，是，啊，还有一寡迄种搭水果啊，练喙花，是啊，种相声啊，脱口秀内底拢有。是，好，欢迎您喽，100万你带领喽，好，来，欢迎你平安哦。咱这边拢穿甲乌妈妈，是，阮这边穿甲水当当。是，欢迎咱的队长骆童啊！我是骆童，我是啦啦队的。迄个老教，老教，你安尼讲嘛无唔对咧？唔对啊，因为我有带三个菜椒啊，所以我是老教，老教啊。你算队长啦，队长，新的队员就对啊。对。甲阮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菜椒韩平。韩平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家伟的查甫的建武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家的慧文。欢迎您。这届嘛是要宣传的，你嘛是有新的节目，叫做蔡家 Nice Play。啊，倒一台？伫咧公司台语台，嘛是咱台语台，无唔对，是咧12月13，每礼拜按时8点。大家爱准时收看，就是因为菜椒啊，要豆豆安那成长变成一个老鸟。菜椒 nice play， 菜椒啊 nice play 就是讲。菜椒就是意思讲，咱即马要学这吼，啦啦队。啊，不过我袂晓，我对头开始，对脸开始，就对因开始溜筋啊，跳舞啊，仪容啊，化妆啊，拢爱学。拢爱学。啊，那这是通啊报名吗？啊是安怎样？是网络报名？为足侪人，足侪菜椒内底去选，啊选出来，敢若最后剩10个。对，啊，即马有带3个菜椒来，要甲大家宣传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哦。是好，今日介绍咱第一国文老师，欢迎咱王秀荣王老师，抱歉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心内知足人美丽，生活快乐，干巴的。我叫生活
快乐干巴爹，是100万，大家拢知影，对咱来应该拢最重要。100万对咱囡仔来讲，真正最重要。伫倒位伫遮？来切哇！希望两队拢能加油，先甲咱即马很主席的奖金先摕起来，再搁讲啦。无唔对啦，先5万都摕起来啦，吼。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 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 西瓜我大饼，好，台语心事大调查，要安怎调查咧？哦，咱即下就是把这种的心事找出来，哦，看什么款的讲法是上侪人讲的，了后咧，咱再来选网络顶悬，也是阮敲电话调查的时阵，上侪人拣的迄个就是正。哦，阮两个答案嘛是共款，就是要选倒一个人，较侪人伫讲哦。对。吼，是，啊好，啊分数哪算？咱即下拢中3题，那拢要着上侪得6000哦。哦，两边拢加油哦，那唔知影不要紧，风险甲分贵就好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，来，老师咱请出题。请问儿童安全座椅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 是儿童安全座椅，来，咱即马看者，这就是咱的儿童安全座椅。嘿，看起来就是送你一个囡仔嘛。啊，我简单就是囡仔椅。哦。那真正足简单的呢。对啊。啊，你安全迄2字咧？安。所以我阿上这边，我会讲话叫做安全椅。哦。啊，你囡仔迄2字咧？是唔是？到底是较通俗，咱会讲囡仔椅。 也是我较注重的安全椅咧。哦，来两边，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边，两个拢真合理啦。对啊。后来真正有影有甲风险分贵哦，是唔是？哈，巴蒂，你讲，你选的是囡仔。囡仔椅啦，囡仔椅感觉就是较属于这车顶用的，因为安全椅其实在厝的嘛是在用啊，因为囡仔食物件了，对，安全椅嘛是在另外夹一块出来有囡仔坐，在灶骹嘛是会当啊。哦，啊，那伫咧车内底就是互囡仔坐，囡仔困。不过恁通常恁若讲安全椅，还是讲囡仔椅？我是讲安全椅啦。你看，我是安尼甲伊讲啊，我毋是就讲安全椅。不过台语的意思也是无共的哦，是这意思。这边4个应该拢无囡仔，是，4个拢是囡仔，对，拢囡仔，拢囡仔。咱看咱4个囡仔来讲。因为我感觉就是安全椅，因为囡仔椅伫厝的食饭嘛是，你讲有囡仔椅，还是你讲有去餐厅嘛是会讲，讲囡仔椅，啊，不过伫车顶我感觉安全。 这个物件最重要，因为大家应该想哦，这是安全的椅啊，安全椅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老师，正确的答案是？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安全椅。因为囡仔椅就是一般毋是大人坐，咱就大部分讲囡仔椅有可能伫饭厅，还是讲可能伫餐厅啦，还是厝里咧用吼。啊，毋过咱即个儿童安全座椅即个所在较重视安全，所以伊占的趴数，大家感觉伊较重要，所以有79.1%，啊囡仔椅敢若20.9%尔，其实差足济，所以安全椅较厉害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袂歹哦，拢有分数，继续哦。好，来第2题哦，老师咱请出题。请问大象腿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大象腿，大象大家拢知影，伊的骹腿拢足粗的，对无？哦，都，咱看咱啊查某囡仔骹安尼，咱拢会甲讲啊，这是象骹。哦，吼，就敢若象的骹。叫离欢。嘿，就敢若拢无啥物骨力啥，就咱肉。是。啊，那像我这边吼，我要讲的叫做大骹肚。大骹肚，肚
有一个刀吼，骹肚啊，足大坑的哦，大骹肚，哎，大骹肚骹，意思就是讲，我感觉唱卡敢若较美人呢，我因为你感觉。看嘛，你也看到讲大象的骹，你就讲树骹，啊，你讲迄个人足粗，你嘛讲树骹，啊，到时阵是讲啥物？嘛唔知，啊，毋过你的大骹肚，就感觉讲啊，就是人，是我的唱卡，啊，是我的大骹肚咧。哎呦，来两边咱请选择哦。必须阿雄，这排选，开选，不过我会选你。哦，哎呦，哎，因敢没画片去啊？我是感觉吼，咱台语是足水的，就敢若阮节目感觉生活爱美咧。是你若是讲唱卡，你直接甲讲，就伤直就接嘛。敢若嘿，伤直接，无看你啊水啦。亲像大骹肚就是淡薄有在甲你讲你骹足粗的，但是讲你嘿，敢若讲袂讲介粗安尼。哦，敢若咱的这个耳垂叫耳珠啊嘛，足水足水的啊，所以可能这个艺术感来讲，我感觉大应该是大骹肚。大骹肚听起来嘛较亲切，啊唱卡听起来敢你感无好，敢若伤直接啦。是哈，有道理哦。来，换咱这边的咱的心韩星，因为我大家是查某囡仔，我也去人讲我是唱卡，我会少袂爽，生气啊！我会生气，所以我感觉大骹肚较好听淡薄。好，啊来有诶，因为我是听讲人讲，以前有人讲鸟仔骹嘛，鸟仔骹，伊嘛是一个动物啊，形容嘿啊，嘛是一个动物啊，而且大骹肚敢若一地尔，啊，若是遮粗要安怎？诶，系啊，大骹肚敢若是一地尔，所以我感觉唱卡就是规矩粗的诶，有唱着哦，哎呦，袂歹哦，诶，心足有的啦。袂歹。好，来，这边哦，拢有哦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唱卡。好，唱卡伊占58.7%，大骹肚占41.3%，其实足晚近的。啊，因为迄个以前吼，伫个迄个民俗内底，就是唱卡这款的，就是大骹肚这款的，一般来讲是较熬做田，嘿，啊，所以人较娶新妇较爱娶济，啊，佮尻川较大无的后生，啊，若鸟啊骹迄个，若要来做小奶奶的吼，啊，所以一般来讲，人就较袂爱迄个，吼，就讲这款骹肚，啊，咱的骹伫个头前骨头叫做骹档，骹档。啊，伫后壁迄块肉叫做迄块肉型叫做骹肚，啊，所以伊即马拢男做伙，毋管你是大骹档还是大骹肚，伊拢是讲你的迄个肌肉吼足济安尼。是哈，谢谢老师。哎，袂歹袂歹，啊，这运动啊，看巴爹，看巴爹，对，看巴爹。好，来第三题啊！来哦来哦，来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奇异笔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奇异笔，大家拢捌用过嘛吼？奇异笔伊是油性的，嘿，所以讲哦，我就简单就油性的笔，油性的笔就好啊。是安怎？因为伊写下去了，你切袂掉，随搭，就随搭伊，所以讲简单奇异嘛，足特别的嘛，嘿，所以讲油性的笔，啊，那阿雄我这边叫做核桃笔。核桃，为什么核桃就是大部分哦？因为我菜车大汉的。哦。你的起笔摕来就是要写物件做记号的。是，核桃你就是写伫遐一看就知影啥个，哦，一看就知影几件，所以应该叫做核桃笔。来，咱来看卖哦，两边咱请选择哦。哦，这有困难哦。这有困难哦。我选袂出来哦。时间到哦。哎呦，红遐玫瑰就好啊啦，无唔对，好来，微微，我感觉这也拄我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讲即卖的人较定定咧讲的，嘿，因为一开始我嘛感觉讲，应该是迄个核桃笔，嘿，就是安尼写落了，做记号的，就系做记号的，就抹袂掉，嘿，啊，毋过即卖的人应该唔知影讲爱安尼讲，所以应该是优先笔啊，核桃笔可能较古早的，可能阿嬷迄个时代安尼讲啊。啊那饼干咧，我是感觉讲即卖年龄层较老化，所以讲台语的时阵，大家应该会讲核桃笔。高龄化社会，高龄化社会嘛，是，所以要讲台语的时阵，应该是讲这民俗较济。我感觉
迄当阵阮阿祖迄个时代可能还无河头饼，啊，差不多阮阿公、阮爸爸迄个年代可能有，啊，毋过即马会讲河头饼啦，应该无讲足济，因为阮是全台湾人去选嘛，啊，即马若是有囡仔。啊，搁有搁较老的，拢唔知影，拢会直接反讲是优胜饼。是阿雄的斧头，还是我的优胜哦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？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优胜饼。来，分数先。优胜饼占84.6%，大家拢讲优胜。河头饼是15.4%，差足济。啊，一般来讲，这个优胜饼，伊当初发明是这个乡西，伊做即寡饼嘛，吼，包括盐饼、啥物饼、啥物饼。啊，即马伊就是发明这个优胜饼，啊，其实伊的挥发性足强的，啊，真紧就打，啊，佮好食好食，咱会感觉伊是油啊，好挥发，安尼甲迄个汽油迄款有关系安尼。好，不要紧，两边拢有分数。厉害。即马看咱总分数是哦。好，来，咱看咱比对。即马有2000。嘿，啊，咱拉对咧。哦，有4000哦。厉害哟。好，咱继续哦，今日的第2位啊 ，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对，等下咱就看相片，也叮当的相片，带你看过去。是的。没，真简单，真简单。你听到分数，你就知影真简单。分数安怎算？好，咱即下拢总4题，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来回答。啊，若是拢摕到上侪奖金12000块，加油！就是讲每一个人拢有3000块把握无？哦，来哟，上个咱请题是。是，刷到来要带恁来去看台南和乐广场的画面。哦，广场的画面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，古早，哇，哇，这古早。起码这应该够有哦，这个所在。应该够。我应该建设拢愈来愈好。应该边啊拢无共款啦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，今仔日咱要来去台南佚佗。伫咧以早台南外海船啊，会使直接驶入去台南市中心啦。啊，你敢知像这种水路叫做啥物呢？水路叫做啥物哦？好，来，等下听我讲，请手答了，记得甲出来去哦。好，水路叫做啥物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我搁提示一个，哦，唔免听，提示一个。唔係，以上啊，我会再提示啊。会使。不要紧。因为水路可能大家较唔知，这种就是人工的啦，两个字，天然的港口，你水路吗？水路，港口是，应该是港口，还是水？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港口，好，来，老师，港口对唔对？唔对。哦，不要紧，来水路，两个字。做同紧的。哦，我出世的时阵，敢若无这种物件的，我是啊，唔知这有啦，这有，绝对有，嘿，这足早以前就有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老师，码头对唔对？唔对。这么简单呢？对呢？对啊。这是台南最有名的5条港。嘿，所以因就是讲，迄外海遐个物件，透过一款人工的运河，就是入来台南市的市中心，有带动因台南市的一寡商业活动安尼吼。后来有人就是甲遐发明，伊就叫做迄个永乐町嘛。毋过因后来就甲起一个物件叫做中国城。毋过就是那像无遐繁华安尼吼，所以后来就拆掉啊。总共一句，迄个运河为外海连接入来是真特别的，船哪会当直接驶去迄店面的后壁头前安尼，嘿，所以答案是运河。都有啦，即马咱始终无顶无动安尼嘛是好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音速看，你就知答案是啥。好，来，进前的先提示哦，上个咱请提示。
是刷来要带恁来去看的是古早木做的一个车头。哦，木做的车头哦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我阁有这印象呢。哇，古早，这我毋捌看过呢。对啊。咱大早看到就是台北市唯一的百年车头，你敢知影这个车头伫咧倒位咧？哦，再变。哦哟，哎，这边吼，这边。哦，阮这边好来。团长。你会等。八头。啊，阁有一字咧。足足有100年历史的古早车头是伫倒位咧？刷来要带恁来去看的是古早木做的一个车头。哦，木做的车头哦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我阁有这印象呢。哇，古早，这我毋捌看过呢。对啊。哇。哦，有写字哦，爱看真足哦，哎，即马有写字，哇，手会紧哦。哎呦，这做单位那只佛安尼。是，来，即马就是变紧尔，因为厝啊大家拢有看到啥哦，哦，看上。我是烦恼咱唱卡袂晓讲台语。啊，万一若毋是问即题，哎呦，好笑。好，不要紧，唱歌好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今日来去北投佚佗，咱大早看到就是台北市唯一的百年车头，你敢知影这个车头伫咧倒位咧？哦，这个车头伫咧倒位哦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再变。哦哟，哎，这边吼，这边。哦，阮这边好来。团长。你会等。八头。你拄有看到，无搁看。我有看到你。啊，搁有一字咧。新八头，确定哦？确定哦？应该是啦。你确定哦？老师听者。好来，大声甲老师讲，你的答案是新八头。我拄啊个。新八头。哦。来，老师，安尼会当无？会使，这卡。好，伊这是台湾总督府铁道部的迄个车头，啊，伊即马搁伫咱即个捷运新北投站边啊，迄个公园遐，所以谈到迄个景是完全同款的。啊，因为新北投公园，包括因迄个公园嘛，足有名的，搁后壁遐有温泉博物馆，规个新北投迄文化，也是讲一寡当初洗即个温泉，也是酒家的文化，拢是大家会当去遐耍的吼，就是迄款感觉足水的、足雅的安尼，大家当去看，嘿，多谢。好，来，即马4000跟咱的5000差1千了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看一下哦。加油哦！来，手放好好哦，上个咱请的是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去看古早的电话卡。电话卡，大家拢知哦。好，来，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，哦，这真啊，哈得快哦。以前这无上呢。是哦。哇，足认真的呢。对啊。而且，哦，下骹有。你送啥？一箱哦。是，这是一个行业。是啦。好，来，手讲好，我要出题哦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，今仔日要带恁来去看以前的趁食人安怎生活。是。头早咱看到就是电话卡吼，伫遐讨趁的一种行业。你敢知影这个行业叫什么？来，咱拄仔拢有看到哦，迄个行业叫什么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巴蒂。修理鞋啊，修鞋啊工人，修鞋工。我唔是问你迄个工人，是这个行业。行业哦。修鞋啊呀。行业哦。嘿。批画吗？是。修批画。修批画。确定哈？确定吧。好，来，老师，修批画对唔对？会使。哎呦！
是希望你讲较台语味的词啦，就是点皮的。凉不是黏哦，不是黏，因为点皮就是讲以前的人较刻实，啊，佮有以前的皮会较贵。所以大家若歹去的是，毋是单调，所以因是拢补甲袂当去补啊。啊，所以去到皮鞋店的修理皮鞋的所在，咱就是一般伊的店面拢袂足大间的，所以可能伫个行啊，就是讲店啊卡，还是菜市啊一角啊安尼。啊，你去的是因为佮爱店，啊有当时佮爱天线，啊佮爱用迄个强力加落去黏嘛吼，所以迄规个物件若像。尤其是因迄个动作拢一直安尼，若像咧剁菜，所以咱就讲点皮的安尼，嘿，菜点就是菜点，嘛是你目睭点点，拢是用共字，啊，毋过伊的意思就是有迄款那咧剁菜迄个形状安尼啦吼。啊，一般来讲，咱会当讲修理皮，毋过修理是较华语化安尼。嘿，啊，即个行业目前咱的市面上有的所在阁有，即嘛分数又贵啊呢。哎呦，差4000哦，不要紧，阁有哦。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来哟，来哦，来上个咱请的是，等一下吼，要互恁看是运动会活动。运动会哦，来咱先看影片。哦哦，哇！你看以前的衫哇，3层了嘿。对啊。哦，一张影片啊。对啊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今仔日咱要来去运动场佚佗，咱大多看到的就是囡仔人吼，甲人安尼小塔变做一个塔。你敢知影这个运动、这个活动叫做什么呢？好，来，手放好哦。啊，紧哦。知影，紧的吹落去，先讲再讲吼。来，请手答。哦，过一遍。不要紧。来哦，微微讲者，这应该知影，这应该华语应该是有定啦，有人伫讲，甲人塔做一个塔，你无看？你莫讲罐头塔就好。我无啥确定呢。来，不要紧，你讲看麦。塔德哥。塔德哥。哦。塔德哥。注意哦。哦。亲像德啊，一只塔德哥。你捌听过这个讲法？啊，唔捌呢。啊，毋过我是安尼想啦，安尼想，嘿，我是感觉人安尼嘛，塔做伙，啊，无可能是罐头塔，嘿，所以就是啊，塔起来。你感觉塔德哥？嘿，啊，我较早定听我阿妈咧讲，伊用迄德哥咧，吐沙，嘿，愈来愈悬，敢德哥安尼。所以我想起来应该就是塔德哥。来，老师，塔德哥对唔对？还是唔对？机会来咯，甲人是有关系哦。嘿，来，我感觉是塔罗汉。塔罗汉，哦，袂歹哦，袂歹，塔罗汉，会使会使。好，你大声甲老师讲答案好不？来，你的答案是塔罗汉。对，健康。恭喜哦！恭喜哦！袂歹袂歹。迄字会当读做塔，嘛会当读做贴。哈，啊，一般华语叫做叠罗汉啦，哈，啊，咱台语会当直接翻译叫做塔罗汉、贴罗汉。好，啊，过来因为伊即个 pyramid 起哩就是那一个塔共款，所以咱会当讲伊是人塔，所以你塔罗汉、贴罗汉、塔人塔、贴人塔，咱拢会使。是，好，多谢。好，来，即摆来紧来看分数，看完美队，美队即摆8000。咱拿队咧。哦，毛衫7000哦。哦，差这1000了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拼台。哦，来，咱有看到哦，2个箍啊，中一个问号，是哩，边啊拢是提示，无错。好，问号内面是啥？问号内底就是奖金，奖金哦，上少1000、3000，上侪12000、15000拢有哦。15000够1000哦。哦，好，来，咱提示念一下好唔好？
列车廉一颗酸甘咸大连名西牛上山鸡蛋。有一个机会就是讲，咱啊即马抽到万五啊，袂晓啊，要安怎？咱有一条救人的机会，嘿，其他咱拢欠啊用，啊，甲万五啊，无就万二的，咱袂晓，咱就紧的摕出来用。吼，啊，搁有一个就是讲，咱分数较少的人，咱通啊先提看，万五无定着，互你先诱落来，来这边拉队。拉队来，咱先选。安尼运气嘛是介重要。安尼我同我的队员者，是感觉倒一个万五你倒孤单。哦，大粒两啊，较大，迄种感觉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牛两个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，7000嘛袂歹呢。好，来啊，有着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真侪鸡蛋牛卵的表演场所？你敢知倒一粒卵以早是专门的野球场？是台北小鸡蛋，还是高雄鸡蛋呢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台北的，还是高雄的？专门的野球场。你无，哎呦，来，有跳过应该知影哦。台北小粒卵。哦，运动场，应该我感觉。我之前敢若有看一本册，伊讲之前台北小鸡蛋，之前敢是棒球场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台北小鸡蛋对唔对？敢有台北？好，小鸡蛋伊即马伫个南京东路遐，所以伊是进前的市立棒球场，嘿，所以咱是台北遮。啊，高雄迄个小鸡蛋，伊是伫个后野遐，伊即马有一寡迄个演唱会还是啥，啊边也是百货公司，所以迄较新，嘿，所以咱的答案爱经即个台北。巴蒂，传播真生假哦。是，来哦。我感觉吼，你有想法无？你要选倒一个？我看你的专业应该是上山吧？嘿，我即马爬山爬6、7年啊，安尼我上山好啊。上山。嘿，我感觉这座单位应该对我最好。应该是更上侪一个上山。是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上山的奖金有偌济？多谢，我爱你。但是来哦，但是爱用对哦，那用了唔对就上山头啊。来哦，请出题。请问台湾五岳其中的南湖大山、秀姑峦山、北大武山，拢是咱中央山脉。啊，你敢知影倒一粒山上悬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通啊救人。倒一粒山上是搭一粒山上。反正你拢爬过啊。我其实拢爬过2道。哦，爬过2道，哇！你无想要救人哦？反正伊会晓唔免啊。哎呀，那真好啦。你拢高干呢？啊，对无？高干。南无什么？南无大山。南无大山。啊，你会记得偌悬无？3000偌济我袂记哩啊。但是因为南无我去爬时阵，敢若阁有淡薄落雪，所以应该有淡薄悬。确定南无？确定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南无大山对唔对？到底是对啊唔对？好，咱知影台湾就是中央山脉遮较悬嘛，啊，咱即个五岳就是有玉山3952，好，3952嘿。啊，不过伫北部遮，即个叫做南湖大山，即个是3742，你爬即个是3742。啊，咱有一条溪最有名，叫做秀姑峦溪。啊，伊遐你秀姑峦山，所以迄个点较悬。啊，你毋捌爬过，伊是3826。3826。以即条线来讲的话。来讲，你就是来看，你就是迄个3826迄个观点，秀姑峦山。是哎呀，就你无，你就是无爬过啦，我都了解。啊，唔赶紧安排一个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哎啦，以后绝对去秀姑峦遐啦。是。好，不要紧，1500无去，够有别个哦。好，来换咱拉队。够万里的，够万里的，够万里的，万里的。我的多一个你看这，酸甘咸好啊。酸甘咸。好，
确定哦。好，啊无来试看卖。好试看卖。好，来酸甘咸的奖金有偌济？呀，不要紧，咱豆豆来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中药的药性有四开五味，你敢知五味内底酸、甘、咸、苦，甲搁倒一味的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酸甘咸苦。看倒一味咸的来。3，好来，这3000应该免救人。是啦，我先摇一个好啊，反正这3000尔嘛。酸甘咸苦咸。有确定哦？好，确定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咸对唔对？咱题目内底有讲即个四开跟五味嘛，吼。啊，即个四开伊是咧讲无共的药性，啊，一般来讲就是寒热。温凉，这4种药方因落去调配安尼。啊，咱的五味就是甲你食起来感觉有关系，所以咱有酸、甘、咸、苦，啊，搁加一个是咸。啊，毋过迄个咸的，毋是属于伫咱喙齿的味觉，伊是属于伫个神经。嘿，啊，因为即个咸，咱搁叫做热，吼。所以就是伊用迄个辛呐，辛苦的辛，啊，毋过迄是古文字，啊，咱买当甲讲热，就是辣椒，还是讲心向手热的热，啊，是你头拄仔讲的，就是一个咸味，啊，若以中医咱来讲辛苦的辛，迄个辛，较有迄款汉药的感觉，嘿，啊，咸是会使的。紧的，万二紧的甲摕落来，咱通啊冲过去。安尼我摇迄落1箍。你感觉咧？1箍，我嘛是讲1箍。1箍无1箍，无一定哦，应该是1万吧。错啊算哦，恁即马输高清哦。1箍应该刚刚1箍内底，应该是1万的。 1箍内底应该1万。好，1箍。好，来咱来看，1箍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我就甲你讲嘛，金1箍啊，1箍就是绝对加1000枚。了解，咱豆豆啊他吼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讲一个人1箍推是讲伊个性戆呆，还是讲伊体格悬大？来，60秒的时间，这应该真简单啦哦。1箍推啦，是。 1箍推吼，就跟咱团长同款吼，个性戆呆。没难奈的。我是感觉1箍推是咧讲个性戆呆啦，因为较早可能去阮妈妈安尼讲过。是安尼哦。应该是。来，个性戆呆对唔对？好，这咱一般讲的。 那台语咧算小的1箍是1万的意思，不是1000箍，先甲大家解释。啊，这个1箍推，一般就是因为咱人的形，就是本来是有迄个形的，啊，毋过就那差箍共款。啊是讲咱的身材嘛，讲啊大箍，还是讲迄个啥物规箍人遐大壮。啊，一般就是咧讲人，啊推就是讲推啊嘛是差者的，啊所以1箍推就是啥物拢毋知的意思。 嘿，所以个性较戆直安尼。好，来换你哦。还佫有万二的哦，还佫1万的哦。究竟第一代，算者。列车。列车。列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列车的奖金有偌济？哦。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铁有一个足水新型的观光列车，伊的外形吼是马卡龙的色。 内底咧是甜露主题的装潢，你敢知？若要坐这个车，就爱甲订山南号、海丰号，还是四景号咧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哦。哎呦！救人。 9000块就救人。救人吗？看你啊。3救啊。你哦，伊试落来，试落来。我试落啊。来。山南号。 山南号，我确定山南号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山南号对唔对？哎呀，伊叫做迄个
海风号嘛。嘿，啊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就是咱要去郊游的时，应该是看到海迄个心会较空快，而且台湾阁是咱迄个海洋国家，啊，所以迄款伊大部分就是入去会用迄款海洋的色。虽然咱有山有海，啊，毋过一般来讲，大家对咱的定义可能较偏向海安尼。嘿啊，所以你若去，你爱订迄个海风号，唔好订山蓝，山蓝是敢若迄水汽尔，好，所以我感觉这可以当代表台湾。对，无唔对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老师，来换你哦，八弟，今日哦，探修探修哦，一班甲万里的，哈，大连面嘛，大连饼，大连面哦。好，大连面。好，来咱看是大连面的奖金有偌济？有5000，那袂歹哦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头一个参加大联盟的野球选手是啥人？哦，来60秒的时间。哦，这个抄一个。哦，记了。你拄啊唔用，即嘛用。我就看棒球的呢。啊，来，棒球下，棒球下，棒球啦，野球。好来，棒球。我感觉是峰哥，陈金峰，金峰啊，系金峰啊，峰哥啊，金峰啊，系啊，陈金峰，是好来，陈金峰哦，陈金峰来，陈金峰对唔对？伊是伫迄个 Los Angeles 迄个 Dodge， 就是道奇。啊，伫个2002年的时，而且伊有实际上去咧讲球，好，所以是真骄傲的一件代志。所以是陈金峰阿峰啊，即马刷嚟电话你哦，一班甲万里，哎呦，一班万里呢？一班甲万字。阮目标是要选万字，阮目标是要约对。哦，是啊。你一定爱对，若无伊就是摕一班又来赢你。对啊，安尼，恁好来哦，靠把握哈。无的，反正钱就多啦。西牛好，拄啊有人讲要约西牛。西牛哦，好来，咱来看下西牛奖金有偌济？哦，袂歹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西牛照角这个俗语，会当摕来讲两个人相意爱，还是讲做代志无采工？救人啊！救人啊！西牛照角，代志无采工吧？有应该是做代志因为伊有一个角嘛，你照镜你嘛看无啊。是做代志无采工。我感觉嘛是做代志无采工。是，来哦，做代志无采工，对唔对？西牛照角是啥物意思咧？请问西牛照角这个俗语，会当摕来讲两个人相意爱，还是讲做代志无采工？时间照角是西牛照角。哎，你即马无救人，就无时间用啊，对啊。救人啊！救人！西牛照角，西牛照角，西牛照角。应该是做代志无采工吧？有应该是做代志。做代志因为无采工。一个角嘛，你照镜你嘛看无啊。哦，那就巧。暗暝啊，所以应该是做代志无采工啦。是做代志无采工。我感觉嘛是做代志无采工。是做代志无采工。好，来哦，做代志无采工，对唔对？老师来解释。好，大家可能混唔到去，但是咱知西牛拄只啊上比的安尼嘛，所以因的角伫头前。啊，你若两只伫遐相看的时，咱就是互相意爱，就是安尼看一，安尼看一，那像咧逆版尾安尼大眼瞪，迄个就是讲团情的对啦，哈啊，所以咱即个照角因就是两个人相意爱，较会去角度角嘛，哈啊，毋过恁讲迄个无采工的是西牛望月。就是你西牛安尼啊，啊你一直咧看顶悬的迄个月亮，你哪像你想足准的，啊其实无，所以西牛照角是团情意，西牛望月是无法度无采工的代志。哦，是。
好，谢谢老师。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换你哦，念哦。念吗？念啊。好，来咱看者念的奖金有偌济？念球啊！慢念哦。好，加油哦！万一摕到咱咱抢过哦。好，我压力足大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放轻松。请问彰化县复兴乡有一个黏厝庄。拢姓黏，啊是真特别民族的后代。你敢知影是蒙古族、女真族，还是维吾尔族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你从你家己的？我家己，阮中华伫遐。黏。嘿。中华伫。黏。哇塞，足哦！伊袂使救人啊嘛吼。袂当无啊。你坚持落，时间到啊！哎。好。再选一个。嘿。黏。蒙古好啊，蒙。这真正毋捌想过呢。这题真正是我黏起来，甲你黏起来。黏厝庄，毋捌想过。好，这真正有的啊。我感觉是蒙古。你感觉是蒙古？感觉我身躯边敢若有听过有一寡人真正是为遐来。哎呦，上。对。即摆因若诱对，就是因就是进入。啊，因若是诱输，就是因哦。你确定要蒙古？而且家己也讲者，咱汉尼有分数才加2队咧对决。足久无安尼。如今无可能嘛。普通拢2-3万啦。哎，安那呢？如今无可能。对，我又是蒙古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蒙古对唔对？来，老师，咱请解说。哦，咱迄个就是讲，因为咱台湾是海洋国家，所以其实有足侪民族的来嘛。吼，啊，就是咱伫个，譬如讲鹿港迄个所在，人拢讲鹿港死一半，因为遐死拢因入来就是为遐嘛，吼。啊，即个黏的所在，复兴黏梯梯。吼，啊，伊迄搭遐就是为即个女真族入来的。哎呦，啊，咱就是拢会有即款较特别的迄款什么针安尼。谢谢老师，来，咱看2队的分数，看 B 队。今毛14000。哪队？今毛17000。好，来，咱今毛进来咱的1秒1000金。1秒1000金，看图有俗语。对，等下就要互你看一张图，互你用迄什么俗语。是的。斟酌看迄图，其实是真简单。啊，头先几个字，阮拢会先甲恁讲。哦，顶管拢会写。是，啊，咱今麦奖金偌济？咱今麦奖金是17000块啦。17000块，就是17秒。17秒，安尼无够呢，加落去啦。再加30秒变47秒，好冇？哦，47秒3题，其实若要讲的嘛，一题10秒差不多啊。好，来，咱今麦要开始哦，3题哦，第1题哦。来，请看8字。哦，伊互你提示哦。一个是安怎？好啊。坐唔惊徛的腰酸。唔是，坐唔安怎？拢总17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转去咧？变47秒，好冇？47秒3题，其实若要讲的嘛，一题10秒差不多啊。好，来，咱今麦要开始哦，3题哦，第1题哦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哦，一个问号，啥话？你看伊摕起来了。哦，伊即摆讲啥？问号的迄个，哇，伊看啥？摕起来看无是什么意思？嘿，什么字？唔捌你个兼无卫生。啊，这个。唔捌字个兼无卫生啊！安尼就对啦，较紧的，嘿，才17秒对。嘿，知影就紧嚟讲，一直讲。一直讲。唔捌字个兼无卫生哦。是的。好，来第2题啊！第2题，今麦29秒。袂歹。好，来第2题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8字。哦，伊互你提示哦。哦，什么？哦，什么话？一个是安怎？好啊。坐唔惊徛的腰酸。唔是，坐唔安怎？徛的安怎？坐足欢喜啊，徛的足迄个。坐唔知影艰苦，徛的艰苦。正确。
哦，其实已经拢提示拢已经出来，这唔知影听伊讲。上尾一哩，上尾一哩啊！阮这组单位对恁足好诶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好，来，咱看一下分数偌济。搁剩老表，老表就6000块，加油呢，够一个哦。看堂啊，摕1000无？嘿，好，拼者。好，来第3题，咱拼一个哦，来请出题。来接我。我有看过。金卡。咩这厉害？咩这厉害啊？哦。你就搞诶！我看出过。记，你表情搁做一摆，咱无翕着你搁做，对。你拄啊讲啊，我来，目睭灰灰，不啊看做菜瓜，伊拄啊出来就对了。搁你想看，是，看阿公无唔对。来，咱怎看只秒数？袂歹。哦，袂歹哦，够4秒哦。4秒是偌济？剩4000啦。来，咱来今日去摕奖金好不好？来去颁奖哦。堂啊摕到奖金，搁堂啊讲者讲，咱节目当时要报，你倒一台。好，阮菜椒 Nice Play 伫12月13号，每礼拜六暗时8点，大家会记想看菜椒 Nice Play。奖嘞伫倒一台？恭喜第一台！哦，好，那换阮这边嘛是共款哦。好，来咱。趁着啥？咱趁着宣传呐，大家讲者。咱的生活爱美丽，下礼拜5暗时9点。是伫咧公司第一台，就看会到哦。好，今日爱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的王旭红老师辛苦。谢谢。张家有定会，到顶拼得意，我哋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感谢，哎呀，谢谢，阿辉，谢谢，厉害，谢谢。